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特朗普的贸易战、关税战啊。这个关税战、贸易战对咱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少？有什么影响？我想大家都比较关注啊。今天这个财新呢，它有篇报道叫《关税战拖累经济景气，企业预期降至历史低点》。这是财新网关于PMI 的一篇分析文章，他认为关税战拖累了经济景气，这个也是从侧面验证了叫贸易战没有赢家，制造业出口重现收缩，就业持续低迷，企业盈利压力增加，两大行业综合预期指数降至历史最低，加力推动既定政策落地见效，扩大服务消费，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等增量政策仍待明确细节。这个财经网说对等关税细节落地对出口和企业预期带来冲击。4月中国经济扩张步伐放缓。近日公布的4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 录得 50.4， 低于上月 0.8个百分点，为3个月以来的最低。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也回落 1.2个百分点至 50.7， 为2024年4季度以来最低。两大行业景气均下降，当月财新中国综合 PMI 下降 0.7个百分点，录得 51.1。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 PMI 4月录得是 49， 较上月下降 1.5个百分点，结束2个月的扩张，重新落入收缩区间。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下降 0.2个百分点至 50.1， 综合 PMI 产出指数录得 50.2， 低于前值 1.2个百分点，为第3个月来最低。4月财新中国制造 PMI 各分项指数都出现下降，其中生产指数在扩张区间微降，新订单指数在扩张区间降至7个月的新低，显示供给继续好于需求。受对等关税影响，新出口订单指数骤降至2023年8月以来的新低，明显低于荣枯线。生产经营预期指数在扩张区间降至2024年4季度以来的新低，也是2012年4月有记录以来第3低，显示世界对全球贸易前景的担忧加剧。就业指数在上月短暂扩张后再次落入收缩区间，企业更多动用库存来生产和销售，原材料库存指数降至荣枯线下，产品库存指数则在收缩区间微升，制造业价格仍然低迷，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连续2月位于收缩区间，降幅略有收窄，出厂价格指数在收缩区间持平。这个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各分项指数中，新订单指数在扩张区间降至28个月以来的最低，就业指数在荣枯线下略有回升，投入品价格指数和销售价格指数分别在扩张区间和收缩区间小幅上扬。服务业企业盈利压力继续加大，经营预期指数在扩张区间明显下降，录得有数据以来次低，仅高于2020年2月。这个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表示4月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之下，制造业和服务业供需改善幅度放缓，制造业出口压力加大，就业收缩，平均成本略有上涨，但销售价格持续低迷，盈利压力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综合预期指数降至历史上新低，市场对未来经济乐观预期不足。1季度国民经济开局良好，主要宏观指标高于预期，显示前期增量存量政策效果依旧明显。不过当前经济发展不利因素仍然较多，尤其是外部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响较大，市场未来前景不明，企业和居民乐观预期不够，培育内需难度增加，中美关税博弈仍在进行中，对经济的负面效果将在2、3季度逐步显现，政策对此要有充分准备，并适度靠前发力。2025年1季度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 GDP 同比增长 5.4%， 与2024年4季度持平，这个高于市场预测的均值。政策加力扩围和抢出口是
是重要推动因素，也就是特朗普4月2号的关税落地之前呢，甚至特朗普上台就之前有那么一个窗口期抢出口啊，所以导致 GDP 啊它的数值高于市场预期。2季度啊，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关税细节出炉，对吧？4月2号，特朗普不是号称美国解放日嘛，开始全球180多个国家对等关税，加征关税幅度啊远超预期。此后的中美博弈中，关税税率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陡增。财新中国和国家统计局制造业 PMI 中4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大幅下降，且明显低于荣枯线，显示外需冲击不容小觑。4月25日召开的超级会议提出，要强化底线思维，充分备足预案，以高质量发展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除了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部署的政策措施，还首次提出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设立服务消费如养老再贷款，对受关税影响较大的企业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稳岗返还比例。后续相关政策细节或将明确。鉴于外部不确定性加大，提振消费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有效促进了消费增长。但2025年1季度汽车类消费同比下降 3.7%， 或指向补贴耐用品消费效果开始边际转弱。从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大力发展服务消费，两新扩为提质表述看，后续可能出台促进服务消费的措施。财经网说此外，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也被视为应对关税战的重要措施。多家电商平台推出扶持措施，政府也牵头开展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长期以来，制约出口转内销的销售渠道和内外贸结算方式两大难题能否破解，值得关注。内贸不行就不是外贸不行就卷内贸。咱们这个内需这个消费本来就不振，我们要靠内需来承接外贸的话，那你还得就是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刺激消费，提振内需。提振内需的前提是先让韭菜有钱，让韭菜敢花钱。说到关税对咱们的影响，外媒报道根据这个高盛的测算如果双方还维持这么高的关税145%的关税那么有可能导致咱们要减少1600万个就业岗位。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他是怎么算的咱也不知道。总之1600万人也要失业。这个1600万什么概念呢？如果你跟14亿人比，好像也不算很多。但是根据这个社科院的数据显示中国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以上的人6000万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有资格交个人所得税的不到6000万人。因为你这个个人所得税免税那个起征点就是5000，但是它还有免税金额，就是你还可以扣，比如你买房啦、租房啦，对吧？有各种可以扣掉的。那就意味着你如果只拿5000块钱一个月的话，你都不用交个人所得税。换成美金呢，也就是说我们只有 5% 的人月收入高于700美金。这个数字从财政部的那个个人所得税那个也能看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月收入5000以上，反正就只有几千万人，6000万人。你这一下1600万人失业，你要这么一比较，你就发现它打击有多大。这个财新网公布了这个中国服务业 PMI 降至 50.7， 为7个月来最低这个引起了这个外媒关注。财新网今天公布的这个数字联合早报说财新网这一结果与官方调查结果大致一致。中国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服务业 PMI 下降 0.2个百分点为 50.1。 财新 PMI 被认为更能反映出口导向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趋势。这个路透社报道说尽管在政府刺激政策支持下，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强于预期，但中国经济仍面临持续的通货紧缩风险、长期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美国关税威胁。根据财经网从分项数据看，4月服务业供需扩张同步放缓，单月新订单指数在扩张区间降至仅略高于临界点位置，为近28个月的增长期内最低。这个还只是4月那么5月
月、6月，恐怕情况就更不容乐观了。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啊，特朗普声称中国正在遭受重创。当地时间5月5号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对加拿大总理到访美国有何期待时，这个特朗普啊简短的回答不知道、不清楚之后啊，他好像这个思维跳跃啊，人家问他是这个加拿大的新总理啊，马上访问美国，你们会聊些什么？有什么期待？特朗普说不清楚。突然啊，他的话锋一转，开始谈起中国，再一次啊批评拜登，声称美国每年损失数千亿美元，因为拜登的贸易政策，美国每天损失50亿美元。大家看视频啊。I don't know. He's coming to see me. I'm not sure what he wants to see me about, but I guess he wants to make a deal. Everybody does. They all want to make a deal because we have something that they all want. We have something that they all want. China wants to make a deal very badly. You see what's happening to China. China is being decimated, and I don't want that to happen. But they have to make a fair deal. We were los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 year. We were losing think of it, on our trade policies with Biden. We're losing $5 billion a day. 特朗普说中国正在遭受重创，我也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特朗普说的对不对呢？我在想啊，只有外贸人呢才会这个感同身受，不是直接在外贸行业的，恐怕暂时还感受不到。那首先受冲击的是外贸行业，其次对吧，才扩散。不过这个美国的财长啊，贝森特，他昨天啊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这个贝森特又说啊，他预计未来几周美中贸易谈判将取得实质性进展，并且他也指出啊，美国对中国征收145%的关税是不可持续的。这个贝森特他说啊，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在未来几周看到实质性进展，145%、125%的关税水平相当于禁运。当然了，最后啊，这个贝森特还说啊，因为美国是逆差国，因此在贸易冲突中占据了优势，而中国是顺差国，损失更大。这个贝森特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按照这个贝森特的逻辑啊，显然说是对的啊，因为我们是顺差国，我们每年要跟美国卖，对吧？这个5000亿美元的商品啊，如果这个没了，这个双方就相当于禁运嘛，145%的关税啊，而美国每年才给我们卖多少东西啊？所以这个一下肯定是我们损失大。当然了，作为中国的外贸企业，中国的外贸人呢，他也不能坐以待毙啊，两个没头脑遇到不高兴，那怎么办呢？饭还要吃啊，对吧？这虽然你是那个代价，但是还是想减少代价，所以这个三联生活周刊啊，他又报道了啊，这个一些做鞋的企业，这个福建莆田呢，这不是做鞋的非常多吗？还晋江啊，他这个三联生活周刊呢就报道了几个啊，就是在关税战、贸易战下，做鞋的莆田人寻找新出路。我简单介绍一下啊，他这个文章还挺长。首先是选择去印尼。2025年4月10号，这个特朗普啊，就是贸易战开打啊，这个就是政策出来前后啊，蔡宇航一直被美国客户催促，如果不立即将生产线转移到印尼，他们将不得不寻找新的代工厂。这个蔡宇航是莆田沃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除了自主品牌沃特外，一半的业务是国内外品牌做代工，叫 OEM 啊。给蔡宇航下通知的是美国专业泳装品牌速比涛。蔡宇航告诉本刊，10多年前速比涛找到沃特为该品牌的沙滩住宿鞋代工，也就是中方啊产品质量稳定，美方销量好，结款及时，双方合作至今。如今沃特每年为速比涛制造100多万双沙滩鞋，营收5-6千万元，占沃特整体营收35%。那这个量还是很大的啊。当然，这个沃特公司啊，是蔡宇航的父亲蔡金辉1993年创办起来。这个福建的莆田和晋江啊，他那地方家家户户的生产鞋子，这个很多知名的运动品牌以前代工都是莆田、晋江。也如靠近台湾呢，莆田这座福建沿海中部城市，从上世纪80年代起，吸引了大批台商投资建厂，成为耐克、阿迪等国内外品牌的代工基地。后来，鞋类加工成了莆田的支柱产业，莆田几乎成了运动鞋的代名词。这个蔡宇航的父亲啊，蔡金辉啊，1993年建厂，当时啊，莆田已是年产鞋超过1亿双的鞋都，他购入了当时福建省唯一一套2手的台湾制鞋流水线，投资300多万元建了厂。2001年，蔡金辉开发了自主品牌的沃特，还请篮球运动员进行代言。这个蔡宇航
因客户要求去国外考察，但沃特为素比涛代工的沙滩住宿鞋成本价7-8美元，在美国销售价大约20多美元，也就是涨了3倍，仍有利润空间。加上美国政府政策对植绒鞋底有一定的关税优惠，那也就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加关税，并没有给蔡宇航的这个沃特带来致命的打击，是吧？客户让我们让利，我们就让了几个百分点。蔡宇航说那时客户都觉得在中国生产也行，也就没有跟随部分同行脚步把工厂搬去东南亚。2024年底，特朗普再度胜选后，蔡宇航感受到了客户的焦虑，客户开始感觉到中美关系是个定时炸弹，说好就好，说差就差。他说的客户是美国客户这也就是说特朗普一单选之后，这个美国的客户也非常紧张。进入2025年以后，定时炸弹果然爆炸了。2月1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10%关税，也就是那个芬太尼关税2月4日，针对中国的10%关税政策生效。1个月后，就是3月4号，特朗普再次对中国产品加征10%关税。那时，蔡宇航接到客户消息，对方再次希望沃特让利，蔡宇航便将出厂价降低了5%，也是让无可让了，只能再让5%。直到那时，蔡宇航还认为，只要客户能继续在中国生产就是好事。同行们出海去的越南、柬埔寨，在特朗普的关税大战中也没能幸免。4月2号，特朗普宣布对柬埔寨进口产品征收49%的关税，在当时甚至比针对中国的34%还要高。越南进口产品关税也高达46%。尽管特朗普4月17号宣布对两国关税实施90天的暂停，但客户认为美国的强硬态度让两国不再保险。蔡宇航最后选择了印尼，主要原因是客户认为印尼更稳妥。外界认为印尼在美国宣布加征32%的关税后，采取了相对务实的态度，不仅承诺不会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还将寻求谈判并进口更多美国产品，小麦、棉花、石油和天然气。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外贸企业要面临的常态，但蔡宇航说从未遇到过今年这般变数。今年关税一涨，是你让利几个百分点都救不了的。蔡宇航说就连那些曾经转移至越南、柬埔寨的同行也准备搬到印尼了，也就是越南、柬埔寨是不行了，只能去印尼。但是印尼也能做多长时间呢？谁知道特朗普下一步会不会对印尼再提高关税？这个蔡宇航估计在莆田做美国订单的鞋企有上百家，只要做美国的订单就得想办法转移，不然你就可能失去客户。这个蔡老板把新工厂选址在印尼的泗水。印尼已是继中国、印度和越南后全球第3大鞋类生产国。蔡宇航原本的计划是将素比涛的生产线慢慢转移去印尼，今年先转移30%，2026年转移剩下的70%，这样有个过渡，对我们来说也稳妥些。但特朗普将关税加征至145%时，客户再也等不了了。他们明确告诉我们，他们今年6月起所有的新订单都要从印尼发出。在客户的压力下，新厂的建设进度加速，机器已陆续搬过去，目前正在招聘，也准备启动打样。蔡宇航说一条新生产线的建设成本200万元人民币左右，若未来要扩大规模，还要有新的投入。住宿鞋的生产线转移到印尼后除了印尼原产的橡胶外，网布、弹力布、注塑底，也就是各种那个原材料那种聚氨酯热塑性橡胶等等那都要从中国进口。一个40尺集装箱的原材料将增加2000美元左右的运费，分摊到每双鞋上会增加5%成本，制鞋的周期也会拉长，增加了原材料从中国到印尼的时间，为期1个月左右，意味着美国客户下订单到他们收到货，从原本的旧款60天，新款90天，未来会变成旧款90天，新款120天。客户目前还能接受，那你说你下个订单，新款120天才能拿到货，这是国家之间的事情，我们只能想办法应对。咱们以前流行一句话什么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一个人的身上，那就变成一座大山，大概这意思对吧？这个没头脑遇到不高兴，那具体承受的都是这些一个一个的企业，一个一个的打工人，一个一个的牛马，还有这些老板呢。还有的公司
从成立之初，他的目标、他的眼光就是欧美市场。很简单啊，他说美国啊有着3.4亿人口，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根据数据显示啊，美国虽然只有3亿3千万人口，但买鞋买出了全球鞋类市场份额1/5以上。那全球可是70多亿人呢，1/5的鞋都让美国人穿了，市场规模占据全球第一。所以你说你做鞋的企业，你怎么可能不盯着美国呢？说一个美国家庭平均1年要用314美元来买鞋，在运动鞋这个细分类别，美国也是全球第一。2023年全国销售额约149亿美元，占美国鞋类市场约1/3。根据数据显示啊，2024年美国人购买了2.04亿双运动鞋，仅次于中国的2.33亿双。但是中国是14亿人口啊，人美国才3亿人口啊，买的鞋是一样多，那不就相当于美国人买鞋这个能力是咱的3倍，对吧？人均啊，全球各国中位列第一。当然了啊，不光美国的这个市场大，在很多外贸企业看来，美国人的生意比欧洲好做得多。说欧洲国家各国人口相对较少，语言文化各不相同，加上欧洲国家对本国市场有较强的保护措施，不仅有关税、这个质检合格认证等基本政策，还有针对环境保护和顾客安全提出的名目繁多的法规，如包装法、安全法，导致新产品进入欧洲市场时审核流程长，有时长达6个月，而美国相应的周期只有1个月。所以这个蔡宇航估计啊，莆田有100多家同行企业做着面向美国市场的生意，所以有很多人呢，动不动是吧要脱钩，是吧？这跟美国杠到底，市场就放在那儿，你干到底，最终吃亏的是谁？这些鞋企啊，跑来跑去的，从中国跑越南，越南再跑印尼，印尼再跑非洲，以后也有可能跑到乌克兰啊，乌克兰好像跟美国没关税。问题是，那特朗普是针对你啊，你跑哪儿他哪儿给你加关税，这也会导致别的国家不敢接收你了，对吧？人家不愿意为你洗产地，他不想要那5%的利润，别导致他们国家其他的产品也一把遭殃，对吧？所以会导致啊，这个你的空间越来越小。再说你生产线搬来搬去的，这个成本也很高啊。在关税战愈演愈烈的同时，莆田市政府推出关于支持鞋类企业稳外贸、稳生产的若干措施，从财政金融支持、提高融资担保额度、减免房租、支持企业参加出口信用保险等手段来帮助企业。这些东西有用，但是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就是这跟房地产一样，你房子卖不掉，你搞什么政策都没用。这鞋企业一样，他鞋子卖不掉，你给他什么政策有什么用呢？蔡宇航说啊，在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到145%的第2周，莆田市政府举行了招商会，希望将国内品牌对接给莆田的鞋企，也就是给国内品牌来代加工了，对吧？这个也就是出口转内销了。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企业就是这样一天天做下去。蔡宇航说啊，特朗普的任期还有几年，中间可能有变数，但客人等不了。关税是国家之间的问题，过多讨论也解决不了，只能想办法去应对，对吧？也就是这些企业啊，外贸人，你讨论国家政策也没有什么意义，你只能是想办法适者生存呐，下有下路，是吧？是蛇有蛇道，实在不行只能关门。所以这个贸易战、关税战啊，对咱们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不是那么热血沸腾的，对吧？杠到底，不争馒头争口气啊！毕竟是以千万万人的饭碗以及这些企业啊为代价。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